生命中的3個 A 由 A3 醫學抗衰老中心贊助播出。我的事務所主持陳心怡。我的事務所，我哋繼續去發掘下人體嘅奧妙啊！尤其是呢一個荷爾蒙嘅世界咧，真係非常之有趣。當然啦，有趣之餘，認識多啲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嘅身體健康都多啲嘅保障啊嘛。咁啊，好似咧抗衰老啊，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問題啊，梗係要揾嚟皮膚科醫生黃國豪醫生繼續同我哋傾下啦。黃醫生你好，係大家好。咁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哋就講過啦，關於男士嘅荷爾蒙啦，點樣隨住年紀嘅增長咧，荷爾蒙嘅變化就影響住我哋，但係好切身啊！對於我嚟講，陳心怡嚟講，同埋好多女士都好切身，就係女士嘅荷爾蒙。咁我哋今次呢一集就會重點去講下呢一個話題啦。冇錯，嗱咁我哋男性同埋女性咧個面對嘅問題咧，其實有啲唔同嘅原因咧，就因為有一啲荷爾蒙嘅變化咧，男女有不同。咁喺女士嚟講咧，通常咧大部分嘅人咧會喺平均大概接近40歲到開始咧，就會覺得跟住我哋會講嘅現象咧，越嚟越明顯㗎啦。點解會咁咧？因為40歲打後咧，嗰個荷爾蒙嘅下降嘅速度咧，通常會急劇上升嘅。咁個變化咧，大部分嘅女士就會發覺到，咦，好似越嚟越多啲叫做下身嘅肥胖啦，或者下身嘅水腫喺經期之前，特別好似好腫好脹啊，個胸又好谷啊，手好似好脹啊，嗰啲關節又好唔係好舒服啊，個人又掹掹整整啊咁樣樣。咁呢啲所謂啲經前綜合症啦，咁但係原來呢個經前綜合症咧，同一個女性嘅荷爾蒙嘅不平衡咧，係有個解釋喺度嘅，就話如果你兩個嘅女性荷爾蒙一個雌激素同黃體酮係不平衡嘅話咧，嗰個經前綜合症會越嚟越嚴重，呢啲下身水腫會越嚟越嚴重，甚至乎咧個下身肥胖嘅傾向咧都會越嚟越嚴重嘅。咁呢個同我哋上個星期講話中央肥胖係男士嘅專利，而呢個女性咧就係個專利就係下身肥胖啦。咁原來呢種嘅肥胖嘅變化咧，就隨咗個年紀一路增長咧，就係嗰個荷爾蒙嘅急劇下降咧，係有個直接嘅原因喺度嘅。哇！黃醫生講嘅呢一番説話已經好多問題我腦裏邊咧，要逐一去問下你先。先講講咧，就譬如好似我哋咧呢一女孩子啊，或者女士們一聽到非常之緊張，下身肥胖，點解荷爾蒙嘅改變會令到女士方面會咁容易下身肥胖呢？嗱，原因咧，因為女性之所以係女性咧，就最主要同男性一個最大嘅荷爾蒙上嘅分別咧，就係個女性嘅雌激素。咁呢個雌二醇嘅雌激素咧，就有一個特質咧，就係佢會將一啲脂肪咧，就專係團聚喺一啲儲存嘅地方。咁喺女士嚟講咧，通常就係喺個 hip 啊、臀部啊同埋大髀呢啲位置嘅。咁去平衡呢樣嘢咧，就有另外一個叫做黃體酮嘅荷爾蒙咧，係嘗試去抗衡佢，咁啊令至到咧嗰個囤積個脂肪咧唔會太過過量啊。咁但係當你年紀一路大嗰陣咧，呢兩個荷爾蒙嘅減退咧係唔係兩個一樣嘅速度？咁好多時咧嗰個抗衡嘅黃體酮咧會跌得比較快啊。咁而喺呢個不平衡嘅因素底下咧，個女性當年紀一路大咧，佢就越嚟越囤積多個脂肪落下身。即係變咗係因為個雌激素就幫你咧去累積一啲嘅脂肪喺個下身。當然啦，因為雌激素係點解有咁嘅功效咧？因為女性係要生育係嘛？生育啊嘛，要準備定一啲嘅能量咧，係去供應俾 BB 噶嘛。咁都係一個天性嚟嘅。不過咧，當唔平衡嘅出現咧，就發現有呢一件事情，係咪真係咧？即係去到咁上下年紀，如果正如黃醫生你所講啦，有呢一個荷爾蒙嘅呢一方面嘅唔平衡嘅時候咧，就真係再做多啲運動啊，又或者想自己下身 keep 得好啲，都真係難度大好多。嗱，呢個咧就係絕對有咁嘅難度嘅，因為我哋有一個叫做更年期嘅問題啦。更年期咧就係個卵巢所謂退休啦，佢唔再做頭先我哋所講嗰兩種嘅荷爾蒙，咁變咗好啦。當你係完全唔做嗰陣咧，亦都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如果你冇咗呢啲咁樣嘅性別荷爾蒙咧，某程度上咧 ，OK， 你係冇話特別囤積多咗個脂肪，但係咧你整體嗰個人嘅新陳代謝嘅速度咧都係減慢咗，咁變咗係容易整體肥啊，就唔係話淨係下身肥。
哇！即係更年期之後，直情成個人都會再肥啲添啦。冇錯，咁呢個就係整個人肥，就唔係話淨係下身，下身通常就係更年期之前嘅問題。哦，明白。咁但係講到更年期咧，其實女士咧都會覺得好似好擔心、好擔憂。聽到呢3個字，總係一件唔好嘅事情咁樣樣。韋醫生你自己點睇咧？唔好嘅事情，亦都某程度上係嘅，因為咧就當然第一就喺外觀上啦，喺個皮膚上咧，當個更年期出現嗰陣咧，呢個女性荷爾蒙嘅減退咧，就會導致到咧個皮膚會有一啲乾旱啊、鬆弛啊同埋皺紋嘅出現。咁呢啲咧都係女性嘅大敵啦。咁呢個就唔係話突然間出現嘅，其實有時咧，甚至乎更年期之前咧，頭先我講啦，40歲通常係一個轉捩點，40歲打後咧，呢啲情況會越嚟越明顯嘅。係，咁又因為啲咩嘢原因？就係因為缺少咗呢一啲嘅荷爾蒙，所以令到皮膚嘅關係都會冇錯，呢個最主要係一啲雌性荷爾蒙啦，譬如話有啲另外一啲就係所謂生長荷爾蒙啦，咁呢啲全部咧都係會有個信息，如果呢啲荷爾蒙夠嘅話咧，個皮膚係會做多啲嘅骨膠原。咁骨膠原多咗咧，就自然咧個皮膚光澤好咗啦，鬆弛冇咁緊要啦，同埋就整體上咧嗰個乾度咧都係冇咁乾嘅。咁隨着呢啲荷爾蒙嘅減退咧嘅影響咧，導致到個皮膚上咧係做少咗骨膠原啦。咁做少骨膠原個後果就係嗰啲所謂乾鬆皺嘅問題啦。乾鬆皺突然之間3個重點咧，好似咧嘭嘭聲咁擊破咗我哋女士咁樣。咁如果真係咧點都好啦，人體就始終會有佢嘅變化啦，會隨住年紀咧有所唔同嘅改變。真係去到呢啲時候咧，咁外在會唔會有一啲嘅幫助，或者有啲方法可以令到佢，譬如可以對付下乾鬆皺啊，又或者即係令到自己個身體會好啲咁樣咧？咁當然一個最直接嘅方法就係話你去補充翻一啲已經個卵巢做唔到嘅女性荷爾蒙啦。咁但係喺呢個範疇裏邊呢，有時有啲人就會擔心，就話喂，我會唔會話由於用咗呢啲荷爾蒙呢，會影響到譬如話增加咗一啲乳癌嘅風險啊等等。咁其實呢個係有一個某存在嘅風險喺度嘅。咁但係呢個風險呢，並不是每一個人都一樣，因為呢每一個人遺傳嘅基因係唔同，而某一啲嘅因素咧，就係話你個基因遺傳咧，個身體就有一啲好嘅基因咧，就可以承受多啲呢啲嘅風險嘅。咁至於你究竟可以承受幾多風險咧？其實最一個比較科學化嘅方法咧，就係做一啲嘅基因測試，去睇下究竟你可以用唔用得呢啲荷爾蒙啦，喺個更年期出現嗰陣，或者你可以用幾耐啦，或者用邊一種係最安全啦。咁呢啲都有個指標嘅，其實。咁如果係咁講嘅時候，其實基因測試都真係非常之重要喎。喺呢方面係會安全好多咯。當你用起呢啲荷爾蒙嘅療程嗰陣。咁當然啦，其實除咗咧，我哋體型上高，可能真係更年期之後會比較容易肥胖啦，又或者咧，好怕講呢3個字乾鬆皺呢一啲嘅情況出現之外，其實女性去到40歲打後嘅時候，會唔會因為荷爾蒙嘅變化，佢嘅關係而令到仲有其他唔同嘅表徵嘅咧？除咗個更年期或係個女性荷爾蒙嘅急劇下降之外咧，其實身體咧，我哋如果記得我哋上次都有提過咧，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荷爾蒙嘅。咁如果隨着年紀增長咧，其他嘅荷爾蒙咧亦都會跌，而嗰啲荷爾蒙咧就引發起嘅問題咧，就可以包括咗，譬如話影響到個睡眠嘅質素啊，即係嗰個睡眠嘅熟睡嘅程度啊，而由於睡眠瞓得唔好咧，就繼而咧會影響到個日間嗰個精神啦，個記憶啦，同埋個集中力啦，咁呢啲咧全部都會一個骨牌效應咁樣出現，係受到嗰個睡眠唔好嘅影響。咁呢啲其他嘅荷爾蒙咧，亦都如果真係引起好大呢啲咁嘅問題咧，就亦都可以去補充嘅。咁其實全部荷爾蒙都係補充，不過補充嘅範圍咧，有時就應該要盡可能比較科學化少少，即係你喺個血液裏邊，即係揾到個真係個檢查到咧，係顯示到你真係嗰個分泌係好唔夠啦，而你又出現咗一大堆呢啲唔夠嘅徵象。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可能好多朋友都有啲聽過，就話甲狀腺出現問題啦。咁有好多朋友咧就長期要食住個甲狀腺嘅藥。咁其實甲狀腺都係其中一種荷爾蒙嘅補充方法。
咁其實呢一啲嘅荷爾蒙補充咧，當然啦，即係我哋開咗呢個話題嘅時候咧，都有好多東西要請教一下咧，黃醫生。但係同時間地，如果你哋都有咧關於女性荷爾蒙好，或者係上個禮拜咧我哋講男性荷爾蒙，你都有問題要同我哋咧講下，或者想同我哋溝通一下嘅話，都可以打嚟1834104呢一個電話號碼嘅。唞一唞，一陣間繼續同黃國豪醫生傾下啦。熱線電話1834104。